大自然就是上界赞的教室，伫新竹的保基家庭，因带囡仔去到大自然创作家己的游戏场，这囡仔会当哪耍哪学台语。囡仔在用竹仔做的游戏场，爬过来、海过去。另外一边是伫家己学的水池，耍甲有够欢喜。有囡仔利用竹仔透过大人的指导，家己搭起一座便桥，实在真厉害。因为我就看到遐竹仔，就想讲安尼家吐去对面就会当过去。来甲处理好耍。非常好耍。安怎讲？倒位好耍？因为我搁起这桥会使爬过去耍，而且搁会使耍还最快啦。其实囡仔爱伫这个佚佗的环境内底开始。会使做迄个风险的评估风险评估。你若无互伊去学，伊后摆就袂晓伊干那会晓踮些个足安全的所在去佚佗其实有当时颠倒会受伤新竹母语团体想要互囡仔加接触大自然，特别带囡仔来外口，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工具，打造出大自然游乐场，大家哪耍哪讲台语，小改生活。提醒注意安全，全程拢讲台语。不管是进行游戏，还是家己做一寡可能有一寡危险的动作，嘛是会家己适当的提醒，搁会家囡仔提醒讲咱即马伫遮，咱来讲，譬如讲咱讲台语，还是讲咱来讲客语，还是讲等等的语言。所以伫遮即个环境是足自由的。教囡仔功夫，家己搭游乐场，毋但囡仔爱耍，就连大人嘛感觉真趣味。接触大自然，互囡仔伫生活中有无共款的刺激。大家同齐讲台语，也是替囡仔创造更较多元的母语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